各位大家好，我係娛樂珠記者，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個關於香港影壇傳奇人物謝賢嘅故事。呢個故事有愛情、有親情、有人生嘅起跌，更有歲月無情嘅現實。88歲嘅謝賢，呢個曾經叱咤影壇嘅四哥，而家嘅生活狀況究竟係點？同前女友 Coco 嘅分手內情又係咩？謝霆鋒作為兒子，又係點樣睇待父親嘅晚年生活？今日娛樂珠記者就為大家深度解釋呢個充滿人生智慧嘅故事。根據最新嘅消息，88歲嘅謝賢而家嘅身體狀況令人擔憂。曾經嘅銀幕硬漢，而家已經失去咗自理能力，只能夠喺屋企等待時間嘅流逝。呢個消息對於好多影迷嚟講，都係一個沉重嘅打擊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現實嘅提醒。無論你曾經幾咁風光，歲月始終係最公平嘅審判官。謝賢呢個名字喺香港影壇係一個傳奇，佢嘅演技、佢嘅魅力、佢嘅人生態度都曾經影響咗幾代人。但係而家佢要面對嘅係人生最後階段嘅挑戰。從片段中可以睇到，謝賢需要喺醫院接受治療，需要他人嘅支持同幫助。呢種從獨立到依賴嘅轉變，對於任何一個人嚟講都係艱難嘅。但係令人欣慰嘅係，佢同家人嘅關係依然良好，家庭嘅支持成為咗佢最大嘅精神支柱。講到謝賢，就唔能夠唔提佢同前女友 Coco 嘅轟動戀情。呢段相差49歲嘅愛情，曾經係娛樂圈嘅熱門話題。而家佢哋已經分手，Coco 更加獲得咗2000萬分手費，開始咗新嘅生活。從娛樂圈嘅角度嚟睇，呢段戀情從一開始就充滿爭議，外界對於呢段感情嘅睇法並唔樂觀。好多人都質疑 Coco 嘅動機，但係謝賢依然對佢非常愛護，並且希望呢段關係能夠公開。作為娛樂珠記者，我認為愛情係冇年齡界限嘅。雖然外界有好多質疑聲音，但係我哋應該尊重每個人嘅選擇。謝賢作為一個成年人，佢有權利去愛，有權利去追求自己嘅幸福。即使最終呢段感情冇開花結果，但係至少佢曾經勇敢咁去愛過。而 Coco 獲得2000萬分手費呢件事，雖然引起咗好多討論，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佢哋之間嘅私人協議。謝賢作為一個有錢人，佢願意為愛情付出代價，呢個係佢嘅選擇。而 Coco 接受呢筆錢開始新生活，亦都係佢嘅權利。最令人感動嘅係謝霆鋒對父親嘅態度。作為兒子，佢親自揭露咗父親同 Coco 分手嘅真相，並且表達咗對父親現況嘅關心同無奈。從片段中可以睇到，謝霆鋒對於父親嘅健康狀況非常擔心。佢描述父親而家嘅可憐狀態，表達咗作為兒子嘅情感。呢一種父子之間嘅情感連結係非常珍貴嘅。謝霆鋒話佢同 Coco 分手之後仍然保持友好關係，但係唔會私下見面。呢個態度係非常成熟嘅。佢明白到作為個仔，佢需要尊重父親嘅選擇，同時亦都要保護家庭嘅和諧。我覺得謝霆鋒嘅做法係值得讚賞嘅。佢冇因為父親嘅戀情而同佢決裂，反而係選擇咗理解同支持。呢種孝心喺現今呢個社會係越嚟越少見嘅。謝賢嘅人生故事充滿咗起跌同智慧，從佢嘅經歷中，我哋可以學到好多嘢。首先，愛情係需要勇氣嘅。謝賢喺88歲嘅高齡依然敢於去愛，呢一種勇氣係值得敬佩嘅。雖然最終結果可能唔係完美嘅，但係至少佢冇因為年齡而放棄追求愛情嘅權利。其次，家庭係最重要嘅。無論外界點樣評論，謝霆鋒依然選擇支持父親，呢種家庭觀念係非常珍貴嘅。喺困難嘅時候，只有家人先係最可靠嘅支撐。最後，人生係有起跌嘅。謝賢曾經係影壇巨星，而家佢要面對晚年嘅挑戰，但係佢依然保持積極嘅態度。呢種人生智慧係我哋每個人都應該學習嘅。謝賢同 Coco 嘅戀情反映咗娛樂圈一個普遍嘅現象：年齡差距戀情。呢種戀情往往會面對外界嘅質疑同壓力。從娛樂圈嘅角度嚟睇，年齡差距戀情並唔罕見，好多明星都曾經有過類似嘅經歷。但係呢種戀情往往會面對更多嘅挑戰，包括外界嘅壓力、家庭嘅反對同埋現實嘅考驗。謝賢同 Coco 嘅分手可能就係呢啲因素嘅結果，但係我哋唔應該因此而否定佢哋曾經嘅感情。愛情係複雜嘅，唔係每段愛情都會有完美嘅結局。雖然謝賢嘅故事有悲傷嘅一面，但係我哋亦都可以從中得到正面嘅啟示。首先，我哋應該珍惜當下。謝賢而家嘅狀況提醒我哋，時間係珍貴嘅。我哋應該好好把握每一日，
其次，我哋應該勇敢去愛，無論年齡幾大，我哋都有追求愛情嘅權利，唔好因為外界嘅眼光而放棄自己嘅幸福。最後，我哋應該重視家庭，喺人生嘅最後階段，家人嘅支持係最重要嘅。我哋應該學習謝霆鋒嘅孝心，好好照顧自己嘅家人。我覺得謝賢嘅故事係一個好好嘅人生教材，佢嘅經歷話俾我哋知，人生係充滿挑戰嘅。但係我哋應該以積極嘅態度去面對。謝賢曾經係香港影壇嘅傳奇，佢嘅作品影響咗好多人。而家雖然佢要面對晚年嘅挑戰，但係佢依然係我哋心目中嘅四哥。我希望謝賢能夠健康快樂咁度過人生嘅最後階段，亦都希望謝霆鋒能夠繼續做一個好仔，陪伴父親走過呢段艱難嘅時光。謝賢嘅人生故事係香港娛樂圈嘅一個縮影，佢嘅經歷話俾我哋知，無論你曾經幾咁輝煌，最終都要面對歲月嘅考驗，但係真正嘅傳奇唔係因為年老而失色，而係因為佢哋曾經帶俾我哋嘅感動同埋啟發。謝賢嘅故事仲未結束，佢嘅傳奇亦都會繼續流傳落去。我哋應該以正面嘅態度去看待佢嘅晚年生活，並且從佢嘅經歷中學習人生嘅智慧。各位豬友，如果你哋都被呢個故事感動到，記得 like 同 share，等更多人可以感受到呢份人生智慧。